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4月发生的上山之乱。乌衣人冲入去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，甲值班台的电脑公害。这个案件进入到司法调查。顶个月开庭的时阵，有消息传出来，讲东港值班的员警出庭，同意以8,000块来和解。这上山分局长是讲，这个警员是针对着伊保管的电脑去互公害去，到法院来做调解。 并不是以机关的立场，所以第2届开庭由分局长亲身来出庭，强调讲绝对袂来同意和解，而且请求法官判重刑。分局长是不是否认跟黑帮和解呢？上山分局分局长陈朝虎赶紧行入去法院，即摆亲身出庭，就是要针对上山之乱发表立场，强调分局绝对袂以8,000块和黑帮分子和解。那本分局是不同意。 上一次的调解，那希望能够以这个图形来从重量刑。今年4月初，受害帮分子持权，因为向分局到关起口角，调查几啊位乌衫人冲入去派出所讲电脑，完全无甲公权力藏在眼内。事发了后，一个手已经引起外界批评。顶摆开庭，阁敢若一位值班员警同意以8,000块和解，阁一摆重创警界的形象。本分局的员警是值班的警员他对于 他保管的这个电脑遭受毁损一事在法院进行调解，那并不是以机关的立场。不过法官表示，当初检方侦查的期间，提告者敢若细小的员警，上山分局无以机关的立场提告，即马敢若会使以被害人的身份陈述意见。 自黑帮闹代志到后壁和解的内容，拢因为争议不断引起外界的关心。好，来咱们